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4月23日，咱要对利未记第21章读到第25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1章，上主吩咐摩西对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宣布：人民的中间若有人死，祭司毋通因为伊拍拉散家己，只有通为着家己的爸母、囝、查某囝、兄弟以及还未出嫁的在媳女姊妹，才会归约至亲，蒙因的尸体来拍拉散家己。祭司若已经结婚，毋通因为某的后头厝有人死来拍拉散家己，互家己无清气。祭司毋通头壳剃光光，毋通收喙鬚，毋通挂上家己的身躯，着圣化归上帝，毋通亵渎上帝的名，因为因用火烧食物献互上主，因的上帝，所以因着真罪性，毋通带做妓女拍拉散家己的妇人人，毋通带离婚过的妇人人，因为祭司已经圣化归上帝。人民着看祭司罪性，因为奉献互恁的上帝的食物是因献的。我是甲恁分别罪性的上主是圣，恁着看祭司罪性。祭司的查某囝若做妓女拍拉散家己，是侮辱伊的老爸，用火甲伊烧死。伫兄弟的中间做大祭司的，是受抹油设立，穿礼服，担当圣职，毋通甲他们拍散，嘛毋通拆离衫，毋通挖棍尸体，甚至家己的爸母死，嘛毋通挖棍来拍拉散家己，毋通离开圣所去参加丧礼，才免亵渎上帝的圣所，因为伊的身躯有上帝抹油设立的记号。我是上主。伊着带在媳女做某，毋通带寡妇，也是离婚的妇人人，也是做妓女拍拉散家己的妇人人，只有通带本族的在媳女，才免伊的后代伫人民的中间受侮辱。因为我是甲伊分别做圣的上主。上主吩咐摩西对阿伦讲：你逐世代的子孙，身体有缺陷的，拢毋通进前奉献食物互因的上帝。身躯有缺陷的，无论是失明、骹歹、纳片、畸形、长骹长手、稳固、矮人、目睭有毛病、生癬、生疮，也是烂粉受伤，即款人拢毋通来到上帝面前献祭。祭司阿伦的后代身躯有缺陷的，拢毋通用火烧祭物献互上主，因为伊有瑕疵，无用得奉献食物互因的上帝。献互上帝的食物，无论是至圣的，也是圣的，伊拢通食，因为伊有缺陷，所以毋通来到场里前，嘛毋通挖棍祭坛，才免亵渎我的圣所。我是甲因分别做圣的上主。摩西就照安尼对阿伦甲伊遐的囝以及以色列众人宣布。第22章，上主吩咐摩西对阿伦甲伊的囝宣布：着谨慎处理以色列人分别做圣归互我的祭物，才免亵渎我的圣名。我是上主。恁逐世代的子孙，若有人身躯无清气，蒙着以色列人分别做圣归互我上主的祭物，迄个人就永远袂用得伫我的面前侍奉我。我是上主。阿伦的后代，若有人得到麻风，也是下消，伫伊结症以前，毋通食圣的祭物。若有人蒙着互尸体目着，也是食做无清气的物，也是蒙着射精的人，
也是摸着在爸无清气的画面，也是摸着任何为互伊无清气的人，所有摸着遮个人，日咧以前拢是无清气。因若无洗身躯，就毋通食性的祭物。到日咧，因才清气，然后通食祭物，因为这是因的食物。自然死的，也是互野兽拆离的，拢毋通食，因为这会互人无清气。我是上主，这是拢得遵守我的命令，才免因亵渎性命，犯罪来死。我是甲因分别罪性的上主。一般人袂用得食性的祭物，连祭司的人客也是请工，嘛袂用得食。毋过，祭司买来的奴隶，甲伫因兜出世的人，通食祭司的食物。祭司的查某囝，若嫁予祭司家族以外的以色列人，毋通食野关献互上主性的祭物。毋过，祭司的查某囝若守寡，也是离婚，无囝儿，搁倒来后头厝，就甲伊少年的时共款，通食因老爸的食物。总是一般人毋通食性的祭物。老人无注意食着性的祭物，着照遐个祭物加5%，交互祭司，毋通随便互人食以色列人献互上主性的祭物，才免因为亵渎性的祭物，致到犯罪。我是甲因分别罪性的上主。上主吩咐摩西对亚伦甲伊的囝以及以色列众人宣布：以色列人也是寄居伫以色列人中间的外族人，若献烧化祭互上主，无论出自下愿也是甘心献祭，着献无哈数的牛犅、绵羊犅，也是山羊犅，才会互上主欢喜接纳。毋通献有哈数的，因为这袂得到接纳。若有人要甘心献祭，也是为着特别的事谢愿，献平安祭互上主，着选健康无哈数的牛也是羊做祭物，才会得到接纳。所有饲绵、着伤、脏废、皮肤变烂、生肾、生疮的动物，拢毋通伫祭坛顶用火烧献互上主。牛犅也是羊仔囝，若机体有加有减，通做甘心献的祭；毋过，若做谢愿的祭，就袂得到接纳。动物的烂血若受伤、跌碎、破离，也是淹起来，拢毋通献互上主。伫恁的土地，以上遮的事，恁拢毋通做。恁嘛毋通对外族人接受即款精生做献互恁的上帝的食物，因为因有缺陷、有瑕疵，所以袂得到上主接纳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牛、绵羊还是山羊出世了，通缀伊的母7日，第8日以后就通用火烧做祭物献互上主，安尼才会得到接纳。无论是牛还是羊，毋通共迄日杀母甲囝。献感恩祭互上主，着照规例献祭物，通互伊接纳。祭物着伫献迄日食，连一寡拢毋通留到过早起。我是上主，恁着切实遵行我的诫命。我是上主，毋通亵渎我的性命。我要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受准罪性。我是甲恁分别罪性的上主，捌带恁出埃及，诚做恁的上帝。我是上主。第23章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对以色列人宣布我的节日。恁伫上主的节日，着组织举行盛会。6日着做工，第7日是着完全休困的安息日。即日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任何的工作着拢毋通做。
着举行盛会，因为即日是上主的安息日。下面遮个是上主的节期，恁着照时组织举行盛会。正月14黄昏的时是上主的搬过节，这个月的15是上主的度假节。恁着食无甲饼7日，头一日着举行盛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7日久着用火烧祭物献互上主。第7日着举行盛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上主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：恁正如我赏赐恁的地，修成五谷的时，着将头水的五谷一捆带来交互祭司。祭司着伫安息日的隔日，将这捆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，互上主接纳。献这捆五谷迄日，恁着将一只一岁无瑕疵公的绵羊做烧化祭献互上主。煞接搁献素祭，就是用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互上主。然后搁着献1公斤的酒做奠酒祭。无论是饼、烘过五谷，也是新收成的麦穗，到恁带来献互恁的上帝迄日才通食。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遮个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恁着对搬过节安息日的隔日，就是对摇麦捆做祭物献互上主迄日开始算。满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隔日，就是第50日，着献新的素祭互上主。大家家庭着摕2公斤的幼米粉，掺加落去烘，做2块饼，甲摇摇咧，做起头色的祭物献互上主。迄2块饼以外，搁得用7只一岁无瑕疵的绵羊公仔，甲1只牛公仔，以及2只绵羊公做烧化祭献互上主。嘛得用素祭甲奠酒祭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互上主。恁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，2只一岁的绵羊做平安祭。祭司着将迄2只羊甲用起头色的麦烘的饼，做伙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，分别做成，做祭物献互上主，归互祭司。像迄日着举行盛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遮个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恁收成五谷，园边的毋通刮了了，落落来的嘛毋通捡，着留互善食人甲出外人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上主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：7月7日，恁着完全休困，举行盛会，分扫角做纪念。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，得用火烧祭物献互上主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7月初10是赎罪日，恁着举行盛会，禁食刻苦，嘛得用火烧祭物献互上主。迄日任何的工课拢毋通做，因为迄日是赎罪日。要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甲恁赎罪，像即日无禁食刻苦的人，着对人民的中间甲伊结出。伫迄日做工的，我要对人民的中间甲伊消灭。任何工作恁拢毋通做。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恁着禁食刻苦，守即日做完全休困的安息日。这个月初9的黄昏到隔日的黄昏，恁着守安息日。上主吩咐摩西，
对以色列人宣布，7月15是大了节，恁着对即日起连续7日向上主守节。头一日着举行盛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恁着7日久用火烧祭物献互上主。第8日嘛着举行盛会，用火烧祭物献互上主。即个是严肃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以上是上主的祭期，恁着自觉举行盛会，照日期将烧化祭、素祭甲其他的祭物以及奠酒祭用火烧互上主。这个是恁伫上主的安息日所献的礼物、谢愿的祭以及甘心献的祭以外，着献互上主的祭。恁收成土地出产的时，对7月15起，着守上主的祭期7日。头一日甲第8日着完全休困。头一日着摕大丛好看的树仔的果子，樟树的枝、真暗的树的树尾，甲溪边柳树的枝。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庆祝7日。当年的7月，恁着向上主守即个节7日，这是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恁着住伫草寮仔7日，所有在地以色列人拢着住伫草寮仔，通互恁逐世代的人知，我带以色列人出来翕的时，有互因住伫草寮仔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摩西就将上主指定的祭期对以色列人宣布。第24章，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着吩咐以色列人带纯的橄榄油来交互你，着点着会幕内的灯，互灯不时点着。对下用到早起。”阿伦就伫上主的面前，将会幕内面的约柜前的帐里外的灯点互倒。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阿伦就伫上主的面前，常常照顾管理纯金灯台顶面的灯火。你着用幼米粉烘12块饼，各地2公斤，着将饼摆做2纸。每纸6块，摆伫上主面前纯金的桌顶面，搁着用纯的乳香掺伫逐纸饼的顶面，代表用火烧献互上主的礼物。逐个安息日，阿伦着将这个饼摆伫上主的面前，毋通让站。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着守的约。这个饼着归互阿伦甲伊的子孙，因着伫会幕的埕食，因为这是用火烧献互上主的祭物中间至圣的部分，做祭司永远得到的份额。有一个人，伊的老爸是埃及人，老母是以色列人，是但支族。伫伯利的查某囝是罗密。有一日，伊伫营内甲一个以色列人冤家，亵渎搁咒诅上主的名。有人甲伊带去摩西遐，因甲伊关起来，听候上主指示。上主对摩西讲，着将迄个人带去营外，互听着伊咒诅的人下手伫伊的头壳顶，见证伊有罪。全会众着用石头甲伊钉死。你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，老人咒诅上帝，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老人亵渎上主的名，无论是在地人还是外族人，一定着互伊死。全会众着用石头甲伊钉死。老人拍死人，一定着互伊死。若拍死精生，着赔精生，用命赔命。老人伤害同胞，
伊安怎甲人伤害，嘛着安尼对待伊，用伤赔伤，用目睭赔目睭，用喙齿赔喙齿。伊安怎甲人伤害，就安尼办伊。拍死精生的，着赔精生；拍死人的，一定着互伊死。无论是外族人，还是在地人，拢着照共款的法律处理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摩西就甲以色列人讲，因就将迄个咒诅上主的人带去野外，用石头甲伊钉死。以色列人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去做。第25章，上主伫西奈山吩咐摩西，对以色列人宣布：恁进入我赏赐恁迄个地了后，土地伫第7年着为上主守安息，无用伫种植。6年久，田园通种植，葡萄园通修整，出产通收成。第7年，土地着完全休困，为上主守安息年。田园毋通种植，葡萄园毋通修整，家己发的五谷毋通收割，无修整过的葡萄树嘛毋通收成。这年是土地的安息年，安息年土地的出产拢要互你甲你的仆人、女婢、请工、寄居伫恁遐的外族人、甲精生，以及伫你的土地的走兽做食物。你着算7个7年，就是7个安息年，总共49年。迄年的7月初10就是赎罪日。你着派人伫全地分扫角，恁着甲第50年分别做成，伫全地所有的居民宣布自由。这年是恩惠的年，恁买来的土地着还互原主，买来的奴隶着互伊转去伊家己的家庭。第50年要做恁恩惠的年，毋通种植，对家己发的毋通收割，无修整的葡萄树毋通收成，因为迄年是恩惠的年，恁着甲伊分别做成，恁通食土地家己出的土产。这个恩惠的年，恁逐个人买来的土地着还互原主。恁同胞会中间互相买卖土地，毋通相骗。若对同胞买，恩惠的年过了的年数，通减起来。卖主着照你的日变，恩惠的年也有几年通收成的年数，卖互你。年数愈多，价数愈悬；年数愈少，价数愈低，是照收成的总额卖。恁毋通相骗，只有着敬畏恁的上帝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着切实遵行我的规例甲命令，就会当伫迄个地安居乐业，地嘛会出土产，互恁食到饱。伫迄个地久长徛起。老人讲，阮伫第7年无种植，无收成，安尼要食甚物？我一定会伫第6年赐福气互恁，互恁伫即年有3年的收成。第8年恁着种植，毋久也有旧的收成通食。到第9年恁收成的时，嘛还得食旧的米粮。土地毋通永远卖长，因为地是我的。恁伫我的面前是出外人，是寄居的。恁得到做产业的全部土地，着阮准人会当赎回。你的亲族若有人善者，卖伊一部分的土地，伊的至亲着甲伊卖出去的土地赎回。若无至亲通甲土地赎回，伊家己后来若阁有钱，有够通赎回，就着计算卖出去的年数，从到的一变，
温惠的年所存年数的钱额还互买主，伊家己就通赎回伊的产业。迄个人若袂当赎回伊家己的土地，卖出去的土地犹原留伫买去的人的手。温惠的年到，土地就交出去，还互原来的地主。另外，老人卖城墙内的厝，一年内伊有权通甲厝赎回；一年内若无赎回，迄间厝就永远归买主甲伊的子孙。伫温惠的年嘛袂当赎回，毋过伫无城墙装设的厝，甲装设的土地同款通赎回。到温惠的年，买的人就还互原来的地主。入面人伫因做产业的城的厝，不管时拢会当赎回。老人买入面人的城的厝，入面人无赎回，到温惠的年就还互入面人，因为伊是因伫以色列人中本着的产业。毋过入面人的城周围的草场毋通卖，因为迄是因永远的产业。你的同胞若变善者，袂当家己生活，你着攻击伊，亲像伫帮赞外族人甲寄居的，互伊甲你做伙生活，毋通甲伊摕利息，搁较毋通摕动利，着敬畏你的上帝，互你的同胞甲你做伙生活。你借伊钱，毋通甲伊摕利息；你借伊米粮，嘛毋通摕较低。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有带你出埃及，将迦南地赏赐恁，搁要做恁的上帝。你的同胞若善者，将家己卖互你，毋通互伊亲像奴隶服侍你。伊住你遐，你着对待伊亲像对待请工甲寄居的相款，互伊服侍你到温惠的年。迄时伊通离开，甲伊的囝儿做伙倒去伊的本家，倒去因祖先的土地遐，因为因是我的仆人，是我对埃及地带出来的，毋通甲伊卖做奴隶，毋通残忍管辖伊，着敬畏你的上帝。你若需要男女奴隶，会当对周围的国家买，嘛会当买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也是因的家眷，伫恁遐生的囝儿，因要做你的家业，恁通留因做恁的子孙的家业，互因一世人做奴隶服侍恁的子孙。毋过恁的同胞以色列人，恁毋通残忍对待因。住伫恁遮的外族人若变好业，毋过你的同胞变善者，将家己卖互遐的外族人，也是因的家族，互人买去。这个人有赎回的权利，伊的兄弟会当甲伊赎回，伊的阿叔阿伯，也是这辈兄弟，也是亲情嘛，通甲伊赎回。伊家己若有够钱，就通赎回家己。伊着甲买主算数，对卖家己迄年算起到温惠的年，看年数会偌济。伊着甲买主算数，对卖家己迄年算起到温惠的年，看年数会多少，照请工的工资甲买主算。伊着照所存年数会多少，算赎回的价钱还互买主。买主毋通残忍管辖伊，着对待伊亲像对待逐年请的工人共款。这人若袂当照安尼受赎，到温惠的年，伊甲伊的囝儿就通自由离开。以色列人是我的仆人，是我对埃及地甲因带出来的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咱今日读的圣经节伫利未记第21章到第25章。